让你们看看海克斯科技的力量。加入光荣的进化吧！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科技与狠活的橙汁，一点橙子也不用。自来水来一壶，橙色色素来上1小滴啊！哎呀妈，颜色也上来了，吓人呐！给孩子加点营养啊，再放点胡萝卜素，搅拌就有，这颜色不就出来了吗？首先是色，香味我们靠橙汁香精来上1小管，哎，小味感还上来了，哎呀，辣眼睛了。这个是香，要模仿橙汁的酸味，放点食用柠檬酸。要做橙汁的甜味，放果不当浆。要想科技橙汁又浓又稠，放点果胶蒸稠。甜蜜素1小勺，千万别整多了，整多必然倒沫子了。你看这小花面，哎呦妈呀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安赛蜜1小勺，千万别整多了，整多怕你腰子受不了了。搅拌均匀。Later， 来出货，哎呀妈，倒沫子了，哎呀妈呀，这么浓稠啊！我的妈呀，真好啊！